Hello，你好，我叫 Karen。咁我本身係一個肺癌4期嘅病人，咁而家咧就喺治療當中嘅。回想翻未確診患上肺癌之前，當時任職銷售管理層嘅 Karen 就過住繁忙勞碌嘅生活。咁啊，一日做好多個鐘頭，咁啊好中意翻工嘅嗰陣時，覺得啲日子咧覺得好快活啊，要好快咁生活嚇，咁我先覺得好刺激啊，覺得好似。幾年前嘅疫情，成個城市都籠罩住悲哀嘅愁緒。當時 Karen 發現自己呼吸唔暢順，最後確診咗肺癌3B 期。我諗好似好多嘅病人一樣，都有啲 shocking， 即係有啲呆咗。咁我本身我自己係信主嘅，咁所以咧當時咧我就求咗2樣：平安、剛強。面對住疾病，無力感頓然湧上心頭。但如果有人能夠聆聽你嘅需要，與你同行，感受又可以變得不一樣。我記得有一晚咧喺醫院度，咁我瞓唔着覺，跟住咧我就喺度喊，跟住咧有個好好，我見到個姑娘咧揭開個臉問我做乜嘢，跟住咧就坐喺我床邊，一句聲都冇講，淨係攬住我。咁其實我嗰刻覺得好溫馨。有一次 Karen 嘅病情急轉直下，要緊急咁樣送往醫院。而醫生更斷言佢嘅生命已經走到盡頭，建議佢立即通知家人嚟見佢，講聲道別。我當時我記得個狀況咧，就係我啲屋企人咧就背住我對住埲牆，咁我知道佢哋其實喺度喊緊，咁唔想俾我見到。其實嗰陣時我嘅自己咧，我係好準備走噶啦，即係離開，即係去天家。最牽掛當然係家人啦，我相信神一定比我更加識得照顧我嘅家人，佢一定會比我更加愛我家人。除咗家人，教會嘅弟兄姊妹都係 Karen 要感謝嘅對象，因為佢哋無條件咁資助 Karen 購買藥物。我覺得好感動啊！有呢種嘅support咧，雖然佢唔係資助晒全部，但有一個 support 嘅話咧，個感覺差好遠咯，唔使咁辛苦咯，亦都因為有人咁樣對我好啦，呢一種嘅愛咧，即係而家嘅我咧，即係我就會想以愛還愛。走過咗死亡嘅幽谷， Karen 並冇停低步伐，佢加入咗一個基督徒關顧癌症嘅組織做義工。我哋所做嘅嘢咧就係同行，因為我哋遭遇過一啲嘅患難，所以我哋可以咧用翻神俾我哋嗰種嘅安慰咧，去安慰翻所遭遇同樣患難嘅人。我哋係同路人，我哋係病患者，我哋好知道一個癌症病人初確診嘅時候嘅心情。而喺不久嘅將來，佢哋更加會推出新服務，進一步咁樣幫助各位同路人。即係我哋護心器嘅團協會啦，就同基督為本基金咧就合作一個嚟緊咧叫做圓夢計劃嘅，咁就幫助一啲咧晚晴係患咗癌症嘅病人咧去圓夢嘅。咁其實都仲係一個好初嘅階段。我覺得最多咧應該係佢哋會選擇同屋企人做一啲嘅活動，因為呢啲係最想留下嘅足跡嚟㗎嘛。基督為本基金係協助香港晚晴人士完成心願嘅慈善組織。如果有個案轉介或者想成為義工，請致電69360939或者電郵我哋。